Hello，利嘉閣梁生今日同大家嚟到洪水橋 Leos 睇一間洋房，實用面積778尺，連338尺花園，同埋252尺天台，仲有24日平台㗎。請過嚟呢邊睇下。呢個就係私人花園啦。私人花園嘅閘咧係可以完全打開㗎。呢度就係一個方方正正、好實用嘅大廳，連埋一個開放式廚房，裏邊仲有一個儲物空間。呢個單位嘅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喺首層係已經有洗手間，同埋有一個長輩房㗎啦。我哋上樓上睇下。嚟到1樓咧就有2間房，呢間就係細房，方方正正落地玻璃，下次係原裝交樓標準，配備浴缸。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非常之大，樓底好高，外面就係24尺嘅平台，可以望到屋苑內。呢度就係主人房嘅浴室，我哋上天台睇下。天台嘅私隱度非常之充足，同埋單位嘅所有冷氣嘅散熱器都喺晒自己嘅天台上邊，熱水器都係，同埋呢度又係有水電設備，非常之方便，都係望到屋苑嘅來源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哋一齊上嚟睇下。